好啦，今日咧就好高興咧，請到羅伯強先生啦，Robert 咧嚟同我哋，即係你今日同 Tony Sir 咧就有個簡單嘅 interview 啦，咁講講而家關稅，因為我想即係了解多啲咧，就係關於而家最前線嘅做工廠嘅人咧，究竟對於個關稅嗰個睇法係點樣樣啦？因為咧我知道咧樂先生咧佢喺中國同埋喺越南都有工廠嘅咁樣樣。咁我哋即係想了解多啲咧，依家嗰個情況噶嘛，即係我哋都好需要，即係呢個資訊咧，對於我哋投資嚟講咧，都幾重要嘅咁樣。咁好多謝 Robert 今日上嚟同你傾偈啦，咁樣樣。咁你好啊，通 Robert 常係 Robert 可唔可以講下你嘅業務同埋你嘅生意講講？好啊。我本身就做紡織製衣嘅，咁做咗好多年啦，二三十年啦已經。咁我哋本身咧就係喺國內咧有布廠，咁咧就係然之後以前咧有製衣廠，咁2018年咧就搬咗去越南。咁基本上咧，我哋都係一個垂直供應商嚟嘅，即係由原材料生產去到成衣嘅成品。咁咧就主要係有60%度咧出口去美國嘅。咁而家個影響就係主要係越南啦，因為我哋國內主要係做原材料啫。咁越南咧就之前就話46%啦，咁而家就有90日嘅 exemption date，即係 period 啫。咁就都係 under 10%嘅。咁但係所以就而家都係個情況就係可以要趕住走貨咁樣嚇。係，咁如果你估計最後嗰個關稅咧，因為而家46%咧，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落得比較多咧？定係會係真係可能會真係維持喺46%咁犀利咧？我相信越南就唔會嘅，有幾個理由。第一就係越南咧就第一個出聲話要傾嘅，咁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我諗中國喺145%關稅嘅情況之下咧，等於就係大家係禁運噶啦，即係出唔到貨嘅。咁我相信美國本身佢都需要啲產品啦，咁越南咧其實都係有一好大部分即係生產喺美國嘅。咁我哋估計咧就應該都會傾到20%左右啦，我哋覺得嚇。即係喺而家嘅所謂10%嘅基礎上咧，加多10至15啦，咁我覺得就比較會合理啲嚇。即係最終個關稅，你估計係大概20%至25%左右，係咪？係啊，就咁上下啦。如果唔係就哦，超過呢個數就好難做啦，因為成個供應鏈或者係嗰個消費市場都好難承擔嘅。咁假設係25%嘅話，對你嘅生意佢衝擊會係點樣樣咧？如果25%咧，其實個生意嘅衝擊應該唔會太大。個原因就係咧，我哋相信喺呢個關稅裏邊咧，就會分一個比例去承擔啦。即係譬如呢個喺供應鏈方，即係供應鏈即係包括咗就係呢個生產商啦、出口商同入口商啦呢三個部分。咁如果大家去 share 翻幾個 percent 咧，其實就容易嘅。即係譬如10%裏邊，大家可能 share 2至3%啦。咁另外10至15%咧，就應該要加落去嗰個零售商度啦。咁零售商嗰啲零售價咧就估計一定有個升幅嘅，但係個升幅就唔會係而家嘅零售價 10%，因為入口價 10%，其實喺零售價嚟講係去唔到 10%嘅。咁可能我諗係5%至8%左右啦。咁如果5%至8%咧，其實喺零售價嚟講咧，就應該消費者就可以承擔到嘅。OK，咁即係話其實即係你都比較樂觀嘅咯，即係可以將啲成本轉嫁咗去俾消費者，咁你哋亦都係 absorb 咗一部分咁樣樣。咁係。係啦，咁仲有就係話你即係你同美國嘅即係品牌商去代工咧，咁佢哋會係咩類型嘅產品，咩類型嘅牌子啊？佢哋嘅轉嫁能力有幾強？我本身係做中價或者中上價嘅品牌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我諗佢哋嗰個議價能力強啲嘅，因為始終有品牌啊嘛。咁我諗如果貨一啲譬如 discounter 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一啲低端啲嘅零售商咧，可能佢哋嘅承擔能力低啲，咁所以我諗有個分別喺度嘅。OK，你上一次同我講過咧，你有60%都係出口美國咧，咁會唔會考慮下將即係個出口嘅比例咧調整咧，即係去一啲其他地方去令到嗰個關稅嘅影響減低咧？
呢個情況，我諗即係普遍性都係要㗎啦，因為美國而家嘅政策咁唔穩定咧，其實如果係主力做美國水嘅供應商咧，都係會係好擔心嘅。所以大家嘅諗法就係第一嘅做法就係將現成嗰個產量咧減少啲啦，因為你即時要揾個市場唔容易啦。咁然之後咧就係積極地去開發新市場。咁而家如果大部分嘅廠商嘅諗法咧，就可能係即係 RCEP 啦，即係所謂東盟啦。或嗯者係即係所謂中東市場啊，或者係一帶一路啦。咁呢啲國家咧就而家都消費力都唔高，不過咧就一路發展緊嘅，因為嗰個佢中產嘅人數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個需求啊要求都高咗嘅。不過個市場可能需要時間去發展咯，同埋個承受能力就當然同歐美市場比較，尤其美國啦，當然唔可以咁大，即係個唔可以咁大嗰個即係數量啦做到嚇。咁所嗯。以係一個過程嚟嘅，即係方向上係咁行，但係冇辦法話即係好快可以做到個市場去代替美國嚇。OK，咁你做啲比較大嘅品牌咧，咁可能會個優勢會好啲嘅。但係如果有啲係即係可能你嘅朋友啊，或者係一啲你識得嘅其他廠家，佢哋做一啲比較細啲嘅即係品牌嘅話，對佢哋影響會唔會係幾大下咧？其實係啊，影響好大啊！即係譬如你之前，譬如做啲Walmart 嗰啲好平啦，但數量大啦。你尤其佢哋做，譬如做中國嗰啲都即刻停啦，冇辦法，因為你145%關稅，根本老實講句，即係你送批貨俾個客。係啊，都冇得做啊。仲要係45%，即係呢個唔好唔 make sense 嘅情況，咁所以就係停咗咁樣。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開就係其實而家 Walmart 或者 Target 咧都開始叫啲供應商走貨嘅。咁係。我哋相信咧，可能某程度上咧就會喺未來一段日，即係未來好快1、2個禮拜或者1個月度咧，就可能會有啲即係對啲產品，即係尤其啲消費品可能會有啲關稅上嘅調整咯。我相信係咁樣嚇。即係你估計，即係美國都即係自己都應該頂唔順，即係佢都要主動降翻個關稅落嚟，去誒即係話啲 exemption 啊或者點啊咁樣。係啊，因為你我唔知啊，因為你始終你喺美國啦，我哋唔喺個市場啦，咁你都可能感受到其實而家個貨量越嚟越少啦，可能去超市嘅選擇少咗啦，或者咧感覺到有啲貨開始有啲加價，即係價錢提升嘅情況。咁當呢樣嘢嘅壓力越嚟越大咧，我諗即係市民就會即係感受到個壓力嘅時候，咁政府亦都會要解決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就尤其啲民生即係民生嘅產品啊、衣服鞋襪啊。嗰啲基本上你對即係如果講到國家安全嗰啲冇乜安全嘅問題啫，嗰啲係主要消費者嘅使用問題啫。咁所以嗰啲咁嘅產品，我覺得可能最快就會去有個解決方案咯。所以我自己嘅感受都係咧，因為我覺得喺呢邊即係 LA 生活咧，嗰啲嘢係自從疫情之後咧，已經係加得好犀利嘅，即係上一波係啊，嘅通脹。咁而家再嚟咧，真係會即係叫晒救命嗰啲人，因為工資咧就有上漲，但係嗰個 catch up 唔到個通脹啦。咁所以個購買力係跌得好緊要。咁啊，即係嗯你回想起我哋4、5年前咧，即係嗰個去餐廳食嘢，同而家嘅差唔多爭咗成50-60%，甚至有啲一倍嘅。所以其實個情況都幾慘。咁尤其是我喺加州咧，嗰啲油咧，而家雖然話佢係即係一路增產咧，但係啲煉油廠都未 catch up 到啊。咁所以其實係，嗰個油價咧都係唔係話即係我哋開車嗰啲油價咧。都唔係嗯，話即係跌得好多咯，咁所以個通脹嘅問題其實一路都冇，我覺得係冇乜好大嘅即係改善。咁當然咧，即係你對比上一年嘅 CPI，梗係會回落，因為個基數高咗。咁但係啱啱。係啦，咁但係嗰個收入咧冇顯著提升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扣除咗 CPI，啲人嘅人工可能係 negative 增長嘅，有機會係咁係啊，樣。同埋嚟緊，如果你個關稅喺度持續咧，你嗰個經濟活動越嚟越少咧，其實對好多直接間接行業係好大影響嘅。咁到時會出現一個咧，就可能係開工不足或者一個裁員潮，咁嗰個係。經濟嗰個整體嘅影響就好大。咁到時就會整體就會影響到，譬如銷售，咁可能訂單減少，咁就係一個連鎖反應問題咯。呢個係。係，咁你自己點樣睇即係亞洲或者中國嗰個經濟咧？即係中國同埋周邊東南亞嘅經濟咧？嗱，老實講句，即係一影響一定有嘅，老實講句。咁但係個問題咁睇，因為中國始終佢有一個比較完整啲嘅循環系統啦，即係由生產到銷售咧，佢都係比較
即係齊全啦。咁可能而家嘅生產力係會好大有受影響，即係你生產出嚟嘅嘢可能就消化唔到，暫時咁可能會減低佢嗰個即係生產咯咁樣。咁對經濟一定有影響嘅，但係佢嗰個持久性同埋個韌力高啲嘅。同埋中國人始終本身係即係容易吃苦啲啦嚇。咁美國邊咧就如果呢個樣嘢都係靠入口，而家突然間啲嘢價錢貴咁犀利咧，咁就會影響民生啦。咁民生因為美國嗰邊嘅，即係我相信即係如果喺嗰個忍耐力嚟講係困難啲嘅。咁所係以成日都話誒點解即係美國咁急要傾而中國唔傾咧咁樣？咁中國唔係冇問題，係有問題，但係中國嘅問題咧，佢哋覺得係可控性嘅。即係大家可能立係緊褲頭啦，大家辛苦啲啦咁樣，但係大家可以接受嘅。但係美國邊咧就，如果當你啲物資短缺啊、人工即係減啊、失業率高嘅時候咧，就可能嗰個內部壓力好大咯。咁嗯政府唔解決咧，就可能會驚出大問題咁樣嚇。我睇係法係咪咁？所以中國同埋你睇到我哋阿習主席啦，而家都好忙咁樣去自己周邊國家啦，而家啱喺俄羅斯啦，之前又去咗東盟啦咁樣。咁係我諗即係佢都想係極力去即係去拉攏啦，周邊或者係東南亞或者嗰啲國家咧，就去增加大家之間嗰個貿易嗰個數量，咁咧就從而咧就可以 offset 啲咧同美國之間嗰個減少咯。咁當然咧都係拉朋友圈啦，即係而家似乎即係美國就要趕人走，咁啊中國希望係拉人係埋堆，即係係。個情況似係咁樣啦嚇。咁對於東南亞或者東盟嗰啲國家嚟講，嗰個經濟咧，你點睇咧？嗱，我諗要睇咧，佢哋本身即係東南亞國家裏邊，有邊啲國家係比較着重於即係依賴美國，比如越南其實好依賴美國，因為越南咧有70%出口係美國嘅。呢個係嗱，咁有啲譬如印尼或者係一啲其他國家，可能佢冇咁依賴美國嘅，咁佢哋可能嗰個策略性有啲唔同咯，即係可能即係冇咁依賴美國嘅國家就同中國走埋啲，嗯就即係大家就明刀明槍噶啦，走埋啲。咁譬如越南佢都想同中國走埋啲，但係佢內於佢都係好靠美國市場，咁所以佢嗰啲就會比較係困難啲嘅。咁但係我諗整體上嚟講咧，喺呢個關稅之下咧。全球嘅經濟或者係個消費力係會減少，都係事實嚟嘅。但係係咧，亦都會造就咧一個區域性嘅發展，即係話東盟啊，個發展速度可能快好多，因為嗯大家嗰個即係大家嗰個關係性密切咗啦，同埋亦都係大家嗰個即係需求都多咗，即係大家對對方嘅需求啊。咁我哋嘅睇法就係即係唔好話極端到形成兩個唔同體制啦。即係譬如美國就自己玩一個單邊嘅貿易，咁中國咧就同其他國家咧就玩一個多邊貿易。會有咩情況？咁但係未必一定係好明顯，但係咧嗰個趨勢似乎係會即係大家會係有啲又唔可以 decoupling 嘅，即係大家有啲分開啲嘅感覺咯。嗯，OK，好。咁另外咧就係嗰個關稅咧，你哋公司會唔會有個預案？譬如好似佢出咗嚟係20%或者最後出嚟係40%，咁你哋點樣應對咁樣樣？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方案啊？你哋我哋心中有數嘅，即係譬如你頭係先講啦，即係如果越南，即係因為我主要做越南啦，其他國家就有其他國家嚟考慮啦。我做越南咁樣，如果越南喺20%至25%嘅關稅咧，我哋相信咧，對嗰個生意影響咧，即係對我自己生意嚟講唔會好大影響。當然啦，即係可能嗰個美國需求都細咗，咁可能單量都會少咗嘅，但係呢個影響咧就唔會太大嘅。但係如果去到譬如30啊、40啊咁樣嚇，咁就基本上就除非客即係零售價加得好犀利，因為係成個供應鏈咧，我哋估計啊，成個供應鏈咧，你最多可以承受係10%，係多過10%以上嘅稅係會喺零售方去承擔噶啦。即係話，譬如佢加十咁啊，全部可以食晒，即係全部我哋即係承擔晒啦，即係成個供應鏈啦，我咪講我哋啦。咁但嗯係如果加到去即係20或者30，咁嗰多出嚟嗰20%咧，就會係喺嗰個零售價反映出嚟啦。，OK 咁你價 OK 錢即係相對性就係話你嘅零售價會升啦。咁當然啦，好多以前即係尤其中高端嘅客咧，其實佢哋嘅 ticket price 咧就係一個指引價啫，因為佢會做好多 promotion 嘅，係即係譬如明明係40蚊，佢就似多賣緊廿零蚊嘅，一嚟40% off 咁樣。咁我相信可能係做 promotion 會少咗啦。
即係可能嗯，佢都要賣翻，即係原本40蚊，咁就入賣24蚊，而家40蚊可以賣30蚊咁樣。咁如果價錢牌佢唔加嘅話咧，就可能喺個 promotion 做一啲 adjustment，即係話我 promotion 做少啲，因為始終都係條數嚟啫嘛，其實。係，OK，咁呢個情況，但係我哋覺得即係當然即係唔係話冇機會發生啊！阿 Tony Sir 成日講話唔係冇機會發生，梗係即係當然有機會發生啦。但係合理上嚟講，就即係我諗即係 Donald Trump 雖然係好 crazy 啊，但係我諗佢都係明白到佢做生意嘅都係即係明白到實質上環境點樣運作。咁佢而家只不過可能係即係嗌高啲，嗯，咁但係咧就係始終佢都要面對現實嘅。如果你嘅消費嗰個層面嚟講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呢啲價錢嘅。咁咪即係等於成個商業體系係崩潰咯，明白，即係係咯，鋪頭賣貨賣唔去，市民冇錢買貨，咁你咪崩潰咯。咁我諗呢個係好極端嘅情況，所以我相信係一定會 come up 一個比較我哋叫合理性嘅關稅咯。咁係，如果所謂合理性咧，我覺得就係即係各方承擔啲咯。咁所以你可以肯定就話美國嘅零售價，我自己睇法啊，一定會嗯，加。係，冇得唔加，咁即係正如就話佢其實基本上都希望就係消費者唔好過度消費啦，買少啲啦咁樣。咁佢都話咯，你小朋友咪唔好買30個洋娃係啊，娃咯，冇買咗卅個洋娃啦，娃係咪？係啦，咁即係佢心都係咁諗啊，即係話咁事實上我美國人係好浪費嘅，事實上係啦，即係我唔想你咁浪費，咁你咪價錢高咗，你買少啲咯咁樣。所以零售係價加咧，我覺得係必然嘅，我係自己睇法。所以你哋即係我預計到美國個零售價錢係會呢個都上升。係好 make sense 嘅，呢個好 make 好 make sense，sense 嘅，因為好 make 係 sense。咁當然啦，你對全球性嘅 impact 就話，當你加咗零售價，啲人買少咗，咁個量咪細咗咯，量細咗個 trade 咪少咗咯。即係美國同出邊國家個比較，我意思嚇。係係但係如果你中國係要發展落去，佢而家拉攏東南亞或者係中東或者係一帶一路咧，咁可能佢哋喺過程中會將個量增加翻大都唔出奇。即係話，譬係如因為佢哋嗰啲都係發展中國家啊嘛，譬如呢個一帶一路或者係印尼啊，或者甚至越南都係發展緊嘅，其實都佢哋個消費力應該係要慢慢提升嘅。咁係呢個所謂慢慢提升咧，就有機會去彌補一部分美國嗰個貿易嗰個嘅減少咯。所以，OK，整體上嚟講，嗰個影響咧都未必係好大，即係嗯係會少咗，係會疲弱咗，但係嗯。唔會係我哋想象中話啊美國買少1/3，咁即係仲有呢個世一嚿，界即係可以係啦。揾地得東補補西補補，可能補一番咁係啦，樣。咁所以嗰個經濟整體可能係未必係又係全球係10%嘅萎縮，可能係2-3%都唔出奇，因為有其他地方去彌補翻。咁 OK，嘅情況，咁所以當然做生意對我哋嚟講就變咗，以前就簡單啲啊，就歐美市場，咁而家可能需要發展多邊市場咯。係，即係我哋以前就即係美國市場好做啊嘛，因為數量大啦，即係價錢又唔係太差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因為咁嘅情況就變咗一個風險考慮啦，分散市場啦，一個就係一個係嗰個整體上嗰個經濟嗰個轉移啦，因為都唔係集中晒美國嚟，而家其他個地方都開始發展啦，咁可以去開發啲新市場啦。咁你預計嗰個關稅戰咧，即係會傾到會拖到幾時咧？即係幾時先有塵埃落定，真係有個實質我嘅關稅啦？我真係唔知道拖幾耐，因為我都想即係我諗冇乜人知啊，好老實冇係人知道啫。但係我相信唔會太耐咯，因為係，太耐大家都頂係唔順。頂唔順㗎，即係係太耐頂唔順係即係嗱呢個關稅戰係美國即係啊 Donald Trump，即係我冇話美國係 Donald Trump 啫。其實我哋唔應該話美國嘅係 Donald Trump 一個人嘅問題，係令到成個世界嗰個貿易就發生好大變動。咁係佢當初都明白就係話你用你嘅手段啊，即係極端嘅即係嘅方法去做。咁但係呢個唔可以維持太耐嘅，嗯因為你維持得太耐咧，當真係崩潰嘅時候咧，你翻唔到轉頭嘅。係所以佢一定要喺未崩潰之前就要去做一個所謂調。咁而家你話係17個國家傾緊，又話你唔傾我就俾個稅你啦咁樣。咁我諗呢啲都係佢一啲表面上講嘅嘢。我諗心中佢都明白。即係如果再喺我諗佢自己講90日咧，都係佢心中一個時間嚟嘅。喺呢嗯，90日裏邊搞唔掂咧，就好大件事嘅。係我自己覺佢得。自己都好大件事。係佢好大件事，因為你嗱，我哋4月9號開始嗰個對關關稅啦。你4月9號而家去到美國嘅貨就啱啱就係5月9號，因為4個禮拜到啊嘛，算貨。咁你而家提緊嘅貨咧係未有關稅其實，但係，係當你4月9號之後走嘅貨咧，就全部係 全部都有關稅。145%。
咁所係以當時點解啲人話唔走？因為走親你去到就係俾錢嘛。就瀨嘢咁就中就招。賴嘢啦嘛。咁所以你預計到，譬如即係你長灘又好，或者你係即係 LA 嗰邊啲港口咧，喺一段時間咧，尤其是去到可能呢個5月9號、5月頭至5月中咧，就一定係好空檔嘅，好清閒。係好正常，因為根本冇人走貨。咁係除非你話而家他嘅 warm up 叫走貨，咁而家開始走嘅，你去到都講緊係4個禮拜之後啦。係咪？咁4個禮拜之後，你而家由而家去到4個禮拜之後，你中間1個月，都你可以係都係想象中好吉係咯，成個係好吉啦。即成個係你好似當天係啊。我見到即係佢哋話預計話，即係即係 LA 嗰邊可能個量會減少三成至4成咁樣。係啊，咁即最少係最起碼。最少係，因為最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會呢段時間一出現咧，其實我相信即係 Donald Trump 嗰個壓力就好大啦，因為大係家開始感受到問題，因為之前嗰個月咧就冇大家感受，其實基本上喺貨架上加價都唔應該，因為你好多貨係未到其實，係，你而家同埋啲到咗貨架嘅貨，係啊，到咗嘅貨其實係未有關稅嘅，同埋最即係當然驚就係冇貨賣啊。係啦，最多冇係得貨，係啊，你吉咁當咗仲好大鑊。當當時中國因為分態嚟問題加咗20%啦，咁所以其實中國貨已經之前已經有20%㗎啦，嗰度已經貴少少嘅其實都。咁但係你話去到145%關稅嘅貨咧，係正式嚟講係未應該係上貨架嘅，嗯。因為你4月9號之後走嘅貨先計啊嘛。咁係你4月9號開選到美國，你而家提得嚟都未擺上架㗎，所以喺而家喺貨架上面賣嘅貨咧，其實全部都係之前嗰20%，即係講中國貨啦，Made in China 係嗰20%反映嗰20%分態嚟嗰個所貨謂關稅啫。另外125%係未有喺上邊嘅。咁但係係當呢啲貨一清咗關，一上架咧，佢唔知要加幾多錢啦。嗱，嗯。嗰個問題出嚟嘅時候咧，我相信就唔等得啦，肯定好大鑊。嗯。係好大所以鑊。即係應該速我自己個人戰速決，即係意見啦。按照阿 Trump，即係如果佢個思路嚟講，應該佢都需要速戰速決，否則嘅話就會好我相信好大鑊。係啊，因為你唔係咧，你零售商只係一個諗法啦。嗱，零售商得兩個做法，一咧就係加價，最直嗯。接啦。因為我入口價成本幾多，我咪跟嗰條 formula 加上去咯。嗱，賣唔賣到另一件事啊。第二個做係法就係我咪唔做咯。係我咪唔入貨咯，唔入貨你咪冇貨賣咯，冇貨賣你咪出問題咯。所以係兩個問題都會，兩個方都會 法佢都 hit 會出問到。題嘅，都會出係問題嘅。咁第一個問題就係你睇個顧客嗰個所謂叫嗰個即係承受力啦。第二個問題係間公司個現金承受力啦，你可以頂得幾耐咧？你公嗯司嘅運作你冇貨賣，咁你雖然即係你公司個運作費係點咧？所以兩邊都係有壓力嘅。喺嗯。零售商壓力好大，係喺顧客嚟講，如果價錢咁貴，佢根本好難買貨，亦都唔消費唔到。嗯。咁你一個賣一個買都有問題嘅時候，你嗰個即係經濟即係最簡單邏輯就係一買一賣啫嘛。咁都一買一賣都出問題，咁點咧？咁你變咗好我自己有個難運作。睇法咧，唔知你覺得認唔認同咧？就係話，因為中國應該都唔會同佢最後好難傾得埋嘅，因為太多 difference，因為要傾可能傾好長時間。咁所以嚟講咧，就算佢去瑞士嗰度講咧，都係講啲好表面嘅嘢。最後可能因為阿 Trump 都要一個落台階噶嘛，佢可能會直接sign 一個關稅嘅 number 俾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因為其他國家都未必傾得到。咁所以即係最後可能喺90日之內咧，佢都要速戰速決咧，佢就會即係自己將嗰個關稅 set 去一個佢認為合適嘅 number 嗰度，然後就先再諗辦法再傾啦。即係會唔會係係啊。咁樣樣咧？唔係你呢個諗法其實都有啲即係喺佢之前嘅一啲即係説話裏邊都有啲牽使喺度係嘅。即係譬如佢講，我相信嘅諗法就係喺90日之內，肯邊個肯嚟傾，而佢覺得比佢心目中想像比嘅關稅仲更加着數嘅，咁咪同你傾咗，咪傾掂咗數佢咯。咁但係如果90日之內唔傾嗰啲，你咪照俾關稅咯。但係個問題，唯一存在問題就係佢俾出嚟呢個關稅，究竟會唔會係一個合理關稅咧？即係我意嗯。思講合理就話，你仲可唔可以有即係有生意可做嘅關稅咧？即係譬如話，係你俾中國100咁樣，咁你都唔做得；係都你俾中冇用啦，國五十，冇意義啦。其實50以上都唔使做噶啦。係咁當然啦，50以上都即係即係要睇佢自己個心態啦。但係我覺得，即係理論上係應該係要係即係要喺一個即係可做生意嘅情況下去運作咯。如果唔係，你俾出嚟有咩意思咧？係啱。
即係我自己睇法啊。咁當然啊，啦，即係整體上係而家其實喺即係貿易嚟講，其實好困難。即係客又係問題，我哋又係問題，因為大家都唔知道方向點行。嗰個政策係好飄忽。係你基本上乜都唔做得啊！即係基本上所有投資都係停㗎啦。你而家去邊度開廠，啲人問啊，你不如你而家搬廠啦，你哋再揾生產基地，咁要揾邊度先？你點知嗰度生產基地？譬如諗住搬印尼咁，印尼而家可能最少啦20%，咁係但係突然間印尼變40%點咧？係，即係到你搞掂所以佢晒啲嘢，佢又就升咗關稅，係啦，你又真係所以佢呢中招。個關稅政策咧就絕對啊，呢個關係絕對係破壞晒成個即係全球嘅供應鏈嘅。即係係經過咁多年建立嘅一個比較合理啲嘅供應鏈咧，其實就大家嘅分工啦，大家嘅互相分工啊，合理供應鏈就完完全全破壞晒啦。係，即即係當然係我講，即係信任對美國市場啦，係一夜之間就可以摧毀哦，咁多年建立係啊。嘅嘢，即係一夜之間就可以消失啊！因為美國即係呢個消費即係喺貿易嚟講，美國差唔多佔20%噶嘛，即係都你話好大又唔係好大，即係20零個 percent 啦咁樣。但係你對供應鏈嘅破壞性就好強咯。大家嗰係個即係嗰個方向上係捉唔到咯，唔知點樣去定位，又唔知點樣去即係做策略咯。所以好多公司嘅做法就係可能暫停咯，即嗯係等所有嘢係清晰之後，大家再諗下點樣去做咯。嗯。所以呢個亦都係個經濟可能會 slow down 嘅原因啦，因為大家都唔夠膽喐，即係大家係啊，唔做嘢，又唔會擴充，又唔會再請人，即係等，係要等佢塵埃落定，然後係啊。未來都會有個戒心喺度，你唔知隨時又會俾你喐咁樣。係啊，所以對成個即係全球經濟嗰個即係嗰個影響係即係唔係而家我哋睇得到咁少，即係純粹係買賣問題咯，即係唔係純粹話啲生意做少咗，或者係買少咗，係對整個供應鏈或者係將來嗰個策略係好大影響嘅，即係大家會多咗考慮啦，即係投資嘅考慮多咗，穩定性啦。多咗一啲比較即係以前唔需要考慮個供應鏈問題啦，而家就可能考慮供應鏈嘅影響啦，供應鏈嘅改變啦咁樣。咁所以係即係你話而家好清晰係點樣樣咧？唔知嘅。咁但係所以大家都係只係可以等，然之後睇下點樣再 react 咯，即係 wait and react 咯，而家變咗係。咁啊，係啦，我都即係都係一路，我哋喺投資市場咧，一路都見到，即係啲人嘅心情都係即係等待，都係好多變數嘅。即係而家嗰個投資，我哋都傾向於比較保守咧，都唔敢即係去貿然太過進取。咁所以嚟講咧，就即係而家都係同啲同學仔都係咁講啦，即係你有個 portfolio 有唔同嘅嘢啦，譬如好似即係唔同嘅外幣啊，即係美元可能會一段時間都會比較弱啲啊咁，所以我呢個事實，哋而家都係呢個事實。傾向要即係要謀定而後動啦，不能夠太過進取嚇。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如果我同啲即係同啲廠家都咁講話，而家最重要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咧，你要保證自己個應收帳，即係係要 secure 個應收帳，即係你收錢好緊要噶嘛。係第二樣嘢咧就要保持一個現金流，係因為你有一個比較健康現金流咧，你就容易啲 react 當一啲突發性問題咯。即係譬如如果你呢個關稅就好似呢個關稅一樣啦，即係突然間145，其實中國好多廠商係唔可以走貨嘅。係咁你唔可以走貨，你收唔到錢。咁如果你冇一個健康嘅現金流咧，其實你就好容易出問題。係所以即係喺投資又好，喺做生意嚟講，其實而家都係偏向於保守嘅。係，即係要係啊，生存先啦，即係活命活下去啦，最緊要係係啊，你有生存先有機係會噶嘛。如果你生係啊，存唔因為你到就留得青山在，係啊，將來點樣好都唔關你事啦，係嘛？係啊。最係啦，我仲有最後一個問題啊，係好啊，好啊。Robert，你點樣接觸到我哋理財投資百科嘅？點解會加入到我哋咧？我個朋友介紹嘅，咁啊，我就即係其實我主要嗱，通常我即係當然啦，你即係我都有買股票嘅，一定係啦，即係投資有個多樣化啦，我自己有買股票啦，有債券啦，有做其他投資，但係我中意聽下 Tony Sir 就好多時聽下 Tony Sir 嘅分析，因為第一嗱，你喺美國市場啦，咁我主要都係做美國水啦，第二樣嘢就係美國喺成個金融市場嚟講都係一個領導地位啊嘛，咁所以係美國打個乞嗤咧，全世界都震㗎啦，肯定。咁所係以你喺美國，你又喺即係喺市場裏邊，所以你對好多嘢嘅嗰個第一手資料啦，同埋你敏感度高好多嘅。咁所以就我覺得喺阿 Tony Sir 嗰度咧，就可以學到好多，即係實際上即係整體經濟嘅發展啊，同埋你嘅分析都好獨到嘅。
同埋亦好多謝都你，都完全唔係話，你買咩 number 咩 number，即係啲嗰係啲就即係我覺得所以係好有價值啊！我覺得喺呢個Tony Sir 聽到多謝多謝多謝。你係嘅呢個。係係咪疫情嗰陣時加入我哋㗎？我係疫係個情嗰陣時加你哋嘅，因為疫情係係之前比較忙啲啦，疫情之後係就因為疫情始終大家即係得閒啲啦，咁所以就都係要增值下自己啦，咁係所以就會即係上網聽下呢樣聽下嗰樣啊，咁啊咁啱有朋友介紹，咁我聽下啦咁樣，係咁啊一聽就聽咗好多年啦，而家都係都三四年，我記得好似係2021、2022年開始啦，係啊！咁所以都聽咗你成三四年時間啦，多謝多謝多謝支持我哋啦，係啊，其實我哋都係即係每日去緊貼個市場啦，都係不斷抄料。其實我每日都好忙嘅，睇好多資料啊，同埋自己我哋喺呢邊有個優勢咧，就係可以睇晒兩邊股市嘅，即係美股啊同埋港股，咁咧就啱啱個 fit 到喺嗰個時間裏面咯。咁啱啊，同埋即係係啦，絕對係啊，同埋好大幫助啊！即係有陣時對我哋即係對我哋個啟發性大啊！即係有啲嘢，即係譬如你成日話，今日我咁講，聽嚟啲人咁講㗎，我都幾中意你講呢句説話。係多即係謝多謝，雖然我都好似好矛盾啊！你今日咁講，聽日唔係咁講，但係喺個投資市場的確係咁樣嘅。係啊即係啊係我哋又唔可以話今日咁樣，聽日一定係咁樣，所以即係係信息萬變啊！所以我哋係啊需要通常上咁樣帶住我哋每一日咁樣講咧，我哋就會清晰啲咯。同埋你好。成日咁就揞住咧，我哋就增強我哋信心，其實都係，多謝多謝多謝。咁係啊，非今日好常好啊！多謝阿 Robert 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傾偈啦。希望我哋嘅資訊咧，即係可以幫到同學仔咧，即係喺投資上面，即係了解佢而家局勢係點樣樣啦。我係哋今日絕對就嚟到呢度啦，好冇？哦，多謝晒你啊，好，通常多謝 好，Robert，好，OK，thank 好 you，，OK，拜拜。好，拜拜。